肥叔足球世界又嚟啦，咁啊近期咧相當利好啦，視頻版哇係咁嚟料啊，咁啊跟住文字版都唔失禮啦，住房啊更加有交代嘅，一路都係有好多正數嘅，見到啊，咁所以咧繼續支持肥叔足球世界係好正路噶，喂你撐我未啊？未撐係嘛？唔係啊，快啲撳掣啦！好啦，喂今日視頻版咧就講住意大利杯決賽，AC米蘭出戰咧博洛尼亞。唔好賣關子啦，講咗我今場波嘅表態，即係取態先。我咧就撐 AC 米蘭可以咧贏波嘅。咁好簡單，因為咧你睇翻軍容上，球隊咧就絕對喺博洛尼亞之上嘅。咁啱啱上個禮拜聯賽仲要先落後情況下，哇！突然間發力，嗰班球員好似打到雞血咁，跟住餅白埋入咗3個波，甚至咧有一批球員咧，即係老實講啊，都會為咗未來打拼咧。雖然今日都仲係着緊 AC 米蘭波衫啦，但係下季咧應該都升晒㗎啦。好似中場嘅連積達斯啦，左手邊嘅泰奧香南迪斯啦，咁另外左邊嘅里奧啦，呢個主力啦，幾個球員咧都係炙手可熱㗎啦。咁甚至有一啲嘅可能我哋可以講係翻生嘅球員啦，喺阿哥斯卡奧麾下，好似祖域啊等等咧，都係越打越好嘅。咁所以咧，你會睇到咧球隊咧，起碼而家對於領隊哥斯卡奧嚟講，都係一個幸福嘅煩惱嚟㗎。咁啊陣中咁多球員咁 fit，咁上一場咧亦都3-1反勝對手咧，亦都見到咧 AC 米蘭嘅功力咧絕對喺對手之上。嗱，相反博洛尼亞咧今年咧其實個表現係唔差㗎，但係你會睇到打到呢個後段咧，似乎都有啲力有不逮啦，有個別球員要受傷啦，譬如好似嚟到爺啊，咁而球隊咧亦都可能真係個人腳咧唔及對手啦。咁啊後防線其實真係表現相對嚟講差過前線㗎。前線都有奧蘇連尼啦，上一場都入波啦，但係後防線AC 米蘭一加力一攻咧一撳掣咧，完全抵擋唔到啊！嗱，譬如好似後備 AC 米蘭後備啦，派出阿詹美利斯咧，喂即刻整2個波啊！咁所以今場波哥斯卡奧咧都幾頭痕嘅，因為究竟9號位用祖域好定係阿詹美利斯好咧？嗱，唔緊要㗎，無論佢出邊個都好，你睇到而家 AC 米蘭個前場咧，個搭配咧就相對比較平衡啦，亦都人腳好充裕啦。傷病停問題亦都冇乜㗎啦，咁所以呢場波嘅決賽咧，我點解睇好 AC 米蘭個原因就係、你睇到哥斯卡奧佢自己都要為前途着想啦，係咪先？一路放風咧就球會嚟緊都唔要佢啦，叫請第二個啦。但係如果佢有戰績嘅基礎嘅話，佢好似一嚟到幫 AC 米蘭已經擊敗國際米蘭攞咗超級杯啦，意大利超級杯啦。喂，如果再攞埋個意大利杯，或者再正少少，喺聯賽可以再臨尾發力搞埋個歐冠席位，咁啊你話哇真係飛過倫敦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無論為前途為前途 AC 米蘭梗係搏盡啦，上下都咁，所以咧我相信呢場波咧，我自己真係都係對 AC 米蘭投以信心嘅一票。咁啊，除咗視頻版之外，文字版咧同埋廚房都會繼續肥叔足球世界會有靚料嘅，所以萬勿錯過。